早晨，我係姜玲樂。今日拍呢條片嘅目的係同大家講出面好嘈。今日拍呢條片嘅目的係同大家講出面好嘈。早晨，我係姜玲樂。今日我拍呢條片係要同大家講，我將會取消逢星期二、五出片呢一個習慣。咁點解會取消呢？原因有幾個嘅。如果有睇開嘅觀眾都會知道，我平時係會喺屋企拍片嘅。咁點解近呢個零月我轉咗個場地，唔再喺屋企拍片呢？就因為屋企發生咗一啲事，令到我唔可以喺屋企度拍片，所以我就要嚟呢一度拍片。呢一度係我公司嘅化妝房嚟嘅。咁始終喺屋企拍片係有親切感啲嘅，最舒服、最可以表現到自己嘅一個地方。話晒住咗幾廿年啦，呢度好似有啲嘢，有啲壓迫感。咁呢啲係心理質素問題，係我個人廢嘅。咁呢個都唔係取消逢星期二、五出片最主要嘅原因。最主要嘅原因係我嚟緊年尾要去考吉他試，一個電吉他嘅5級試。咁點解無端端會去考吉他試呢？咁我學吉他都一段時間啦，如果計認真學嘅話，都大概2-3年啦。咁由於呢一個資質嘅問題，同埋唔係經常練習嘅問題，就令到我吉他好似唔係好識進步咁樣。咁我就諗，咁難得跟咗一個咁好咁勁嘅吉他老師，所以我就決定考翻個吉他試，去俾個肯定自己啦。咁我報咗個試之後，咁我就會逼自己努力啲練吉他，咁就唔會浪費咗阿 Sir 教我嘅一番心血。咁由於我需要時間去練習吉他，所以我就決定取消逢星期二、五出片呢個習慣，將多啲時間同心機放落練吉他度。因為吉他試會喺嚟緊嘅10月或者11月考㗎啦。咁依家都5月啦，得返5個月嘅時間去練習。咁我考試要考3首歌嘅，依家我淨係練熟咗大概1首半啫。如果今年呢個試我唔合格呢，下年佢就會轉 syllabus 㗎啦，跟住啲歌就會唔同咗。所以今年一定要合格，如果唔係就要重新練過啲歌，所以唔可以浪費咗呢一個機會。雖然我話取消逢星期二、五出片呢一個習慣，咁唔代表呢個 channel 係永遠唔會再出片嘅。咁我都會出片嘅，只不過係唔會咁 regular 地出片。點解突然間講英文？因為我諗唔到 regular 嘅中文係咩。嚟緊呢一個 channel 呢，我就會想拍翻多啲關於歌詞嘅嘢。咁如果大家係我最舊嘅觀眾呢，都會知道姜玲樂呢個 channel 一開始其實係淨係得改編歌詞嘅片嘅啫，唔會有呢一個傻仔露面嘅。我一開始拍 YouTube 就係為咗有機會成為填詞人，雖然兜咗個大圈，但係最終我都係有機會參與填詞創作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通力嘅一首歌《長相廝守》，咁我係有份填詞嘅，好開心啦！首歌破咗200萬點擊，兜咗個大圈，最後都成功實現到我嘅夢想。我要多謝通力俾呢個機會我參與呢個填詞製作，尤其係多謝恒仔，佢信任我，肯俾啲詞我填。因為我 channel 嗰啲改編歌詞都係搞笑為主噶嘛，佢肯冒險俾呢一個正經嘅愛情歌我填，佢都幾勇敢。以後我會擺多啲改編嘅歌詞或者一啲原創嘅歌上嚟呢個 channel， 希望大家多啲留意我嘅歌詞啦。不過下一條片唔係，下一條片我諗咗拍咩㗎啦。我知我嘅戇鳩形象太深入民心啦，突然間寫啲咁正經嘅歌詞，大家可能覺得會好滑稽係嘛？好啦，希望大家多啲留意我寫嘅歌詞啦，多多指教。如果大家未聽過以前嘅改編歌詞呢，你撳個 I 字，我擺個 list 喺度，你撳入去聽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